內地嘅定期存款喺今年有50萬億到期。個報道咧就係話，而家呢啲錢開始轉入緊去股市同黃金。點解佢哋會咁講呢？以前嚟講，大約係90%呢啲定期存款會繼續落去嘅。但係今年就唔同啦。今年唔同咧，因為定期存款而家1年期嘅大約都係得1個點左右，而3年期嘅定期存款咧係1.25左右，回報率比較低。睇翻2025年嘅股市同埋黃金嘅上升嘅話咧，個回報率當然會大好多啦。所以咧，今年佢哋睇到已經係有跡象定期存款咧開始轉移去股市同埋黃金嘅。如果你睇翻我1月17號嗰個視頻，亦都知道我哋亦都好有決心製造呢隻萬二長嘅牛嘅。咁既然咁明顯啦，咁而啲錢又會開始咁轉移啦，咁你話個市係會變成點呢？大家可以喺評論區討論一下。關注我投資理財不迷路。大家好，我係詹教授。